大家好，我係杜文步。今日係2025年嘅4月2號啊，香港時間。咁我點解唔係喺4月1號出片呢？大家都知道啊，4月1號咧愚人節，為咗避免誤會咧，今日先至出片。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啲乜嘢呢？就係分享香港大銀行嘅定期存款利息嘅比較。大家見到左手邊就係第一間 Citibank 啊。咁我哋睇一睇港紙先啊，大家見到咧，港紙3個月咧得個2.5厘啊，6個月咧2.54厘，12個月2.45厘。美金美金咧就3個月得個2.38厘，仲低過港紙啊，6個月咧2.25厘，12個月2.01厘啊。人民幣就更加唔使講啦。我哋睇到人民幣咧3個月得個0.53厘啊，6個月0.48厘，12個月咧得個0.39厘啊。而家我哋睇到咧 Citibank 嗰個美金存款優勢完全冇咗啊，即係甚至低過港紙。如果大家係第一次嚟到我嘅頻道咧，咁我就2018年開始咗 YouTube 分享投資理財生活嘅理念同埋方法。而家開始咗 Patreon 分享自己嘅投資經驗，希望同大家一齊踏上呢個財務自由之路。我投資嘅產品包括咗銀行定期、債券、股票、ETD、SSF 等等啊。地點咧就囊括晒全世界所有先進嘅國家。我係目前唯一少數分享日本、新加坡、澳洲、歐洲股票 ETF 嘅 YouTuber 啊。歡迎大家做我個會員啊，免費嘅會員唔需要錢，可以睇晒所有免費嘅文章。普通嘅會員咧都係65蚊一杯咖啡嘅價錢，就1個月啊，可以睇晒普通會員睇到嘅所有內容。高級會員咧就係135蚊一個月。2杯咖啡嘅價錢咧，除咗可以睇到普通會員嘅收費文章之外，仲有高級會員專享嘅收費文章啊，包括所有投資產品嘅分享同埋更新。我最近咧就係出咗好多篇文章啊，就係有免費版啦，大家見到就係2025年我3月嘅持倉同埋交易啊。陣間俾大家睇一睇個內容係點樣。另外有普通會員版啦，同埋高級會員版啊。內容咧大致一樣，但係高級會員版咧有我獨享嘅獨家內容啊。好啦，另外咧就係3月嘅20號咧，我就介紹咗一個加拿大嘅 SSF 啊 ENS， 因為我之前喺 YouTube 分享過啊，相信睇過我片嘅朋友咧都知道嘅。而家俾大家睇一睇嗰個免費版嘅內容啦。你撳咗入去之後，加入咗會員之後咧，撳入之後咧，咁你可以打開呢啲免費版嘅內容，唔需要錢嘅啊。我哋睇到咧就係我呢度咧顯示咗就係唯一展示自己真實交易帳單嘅投資理財 YouTuber 啊。相信你喺網上好少揾到即係嗰個分享自己真實交易帳單嘅。另外高級會員會獨享我喺 First Trade 嘅所有交易啦、股息嘅收入啦，同埋嗰個持倉嘅名稱啊。極具參考價值。我哋睇一睇。首先我就喺香港本地有一間帳戶啦，就大家見到我買咗一啲嘅基金啊，包括咗港元嘅貨幣基金同埋美元嘅貨幣基金。我之前都係 YouTube 有分享到嘅。利息收入咧大概3至到4厘啊。另外咧，大家見到嗰啲開倉啊，買入開倉，如果你係富差證券嘅嗰個客戶咧，你一睇呢啲嘅內容，肯定知道係即係無花無假真實嘅交易帳單啊。當然有啲內容係收費會員先至睇到啊。另外咧就係我持倉喺 IB 嘅嗰個買賣嘅債券嘅名稱啦。大家見到嘅交易時間係2025年嘅3月5號12點52分14秒啊，即係呢啲係真實嘅交易帳單。好啦，跟住咧我哋分享下第二間嗰個匯豐銀行啦。我哋淨係睇匯豐溫戶口啊，即係港幣1萬蚊或者以上咧，3個月3厘啊，6個月2.9厘。美金咧溫戶口3個月3.5厘。頭先高過呢個 Citibank 啦，好明顯啊，6個月都有3.5厘，12個月咧就係3.1厘嘅。人民幣啊，定期存款1厘，6個月、12個月全部都係一樣1厘。
跟住我哋睇下即係匯豐嘅仔啦，咁啊恒生啦，咁啊大家見到咧佢有個精選網上嘅定期存款優惠啊，元幣2000蚊或者港幣10000蚊以上咧，咁啊美金3個月就有3.8厘啦，跟住港幣咧3個月3.1厘啊。咁啊，另外其他外幣我哋今日唔講住啊。咁啊，其他嘅定存咧，港幣10000蚊或者以上咧，3個月網上理財做3.1厘，分行電話理財做2.8厘，6個月咧網上理財做3.1厘，分行做2.8厘。咁啊，美金咧就係最少2000蚊或者以上啦，3個月網上理財做3.8厘，分行做3.5厘啊。咁網上同分行做差唔多啊，而家接近咗啊。6個月網上做3.7厘，分行做3.4厘，人民幣10000蚊或者以上，網上做3個月1.3厘，分行做1厘，6個月網上做1.3厘，分行做1厘。好啦，跟住我哋睇一睇個渣打啦，咁啊大家見到咧，由即日起去到2025年嘅4月30號啊，咁啊渣打嗰個網上新資金嘅存款優惠咧，就係港幣10000蚊或者以上啊。3個月咧就有3厘啊，6個月咧就3.1厘，12個月2.8厘都算 OK 啦。咁啊美金2000蚊或者以上，3個月咧就3.5厘，6個月咧就3.7厘，12個月咧就係3.3厘嘅。咁啊人民幣10000蚊或者以上啊，3個月咧1.3厘，6個月1.3厘，12個月咧就係1.3厘嘅。好啦，跟住其他嘅貨幣，大家可以自己喺網上睇啦。跟住咧，我哋就講一講中銀香港啦。咁啊，大家見到咧，中銀香港嗰個新資金嘅優惠啊，咁就係港幣10000蚊、美金1000蚊、人民幣10000蚊啊。好啦，咁啊，港幣咧，我哋淨係睇呢個自營理財啊。因為嗰個中銀理財要求比較高啲啊，存款要去到100萬或者以上先有啊。3個月港幣咧就2.8厘，6個月2.7厘。咁啊美金咧自營理財3個月咧3.5厘，6個月3.3厘嘅。咁人民幣咧就係自營理財3個月1厘，6個月咧就係1厘，12個月咧就係1.1厘啊。好啦，最後做翻個免責聲明啊，咁啊，我今日所有介紹嘅內容咧，包括但係不限股票、ETD 債券咧，只係個人嘅分享啊，一概不構成任何推薦嘅意見或者任何嘅投資建議啊。咁啊，歡迎大家加入我個頻道啦，咁啊就係尤其 Patreon 咧有咁多免費嘅文章，大家見到係免費版嚟㗎。咁啊頭先我俾大家展示過啦。即係免費嘅內容啊，有晒所有嘅交易資料啊。咁另外咧，就我都會分享呢個獨家內容 First Trade 嘅股票交易啊，呢個係高級會員先至有嘅。咁啊，大家見到我最後咧有個資產配置按住風險程度排列啊，包括咗定期嘅公司債啊、美股啊、歐股、日股港股等等啊。咁啊，內容豐富，歡迎大家做我個收費會員。好，咁我哋就下次見，拜拜。